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平》，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去到苗栗县万里镇的双管里，背后呢是一片的小麦田。到民国99年的时间呢，来到省略全台湾第一个小麦产销班。经过2年来呢，有12个农民参加，有12公顷的生产面积很多。那2年来的小麦种出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1801年的7月份的时间，呢个农民所推动的发花休耕地底部的小提出太港农安养型的政策哈，有生态变化，因为中国人强大的，故所呢从1802年的1月1号开始呢，希望来做一种测量专作安养型的发花休耕地的政策，希望到1805年呢，其中有4年的时间再提高到5万公顷的发花休耕地，所以生产这种测量呢，有这种12万公吨。按算在创造出16亿的产出按多哈，都在那种台湾係咪適合嚟種小麥，係講適合種其他嘅測量專作呢？像今邊呢，是嚟到嚟萬里啦，體育小麥產銷班所成立地方，共同嚟參加討論哈。當然也邀請到呢個農政單位嘅政府嘅部門，韓國整個考察，當然也有設計嚟生產嘅農民呢，嚟共同參加討論，也請電視機台嘅觀眾朋友共同嚟關心。開會了！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此間呢係草堂旁順嘅台灣大學農業呢嘅教授郭華仁郭教授，你好。郭教授專長是在這個種子方面哈，好，謝謝郭教授。再來為你收嘅係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呢教授陳吉仲陳教授，你好。大家好。再來為你收嘅係行政院農糧署嘅種糧食產業組嘅組長蘇宗正蘇組長，你好。主持人、現場大家好。再來為你收嘅係到你苗栗縣嘅後梁嘅種番薯嘅種測量嘅嗰種張木村張先生，你好。再來為你收嘅係你來到苗栗萬里鎮雙管里的種小麥嘅陳文良陳先生，好。大家好。再來為你收嘅係到你台中嘅泰雅嚟種劉金門酒廠哈，嚟契約種植小麥嘅張文賢張先生，你好。大家好。最尾嘅來賓呢係你採體萬里嘅小麥產銷班嘅班長李信武李班長，你好。現場大家好。希望先聽聽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下，到底到台灣種嚟到小麥、高粱、番薯嚟到睇頭吼，嚟到嗰種測量嘅準則，效果好也唔好。金黃嘅毛囊中，背部機來來回回嘅磨痕，順學下有啲人愛是摸過滿見磨痕，總管背開底部含有青豆紅紋。稻子之前把麥種撒下去，稻草的那個一些葉子還有桿覆蓋在上面，它可以保濕。大雅這邊從遠古時代就是一個我們農業試驗所還有改良場的小麥試種的地方。那時候我們大概全大雅鄉有700多公頃都種植小麥，現在大概有70公頃，1/10。400年前台灣就種麥嘅，一直到民國84年，政府停止補價輸購，農民慢慢的種作，唔顧天等氣候的變遷，糧食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也下動出建議2來調整休耕制度，鼓勵農民轉種測量作物。小麥因為都是進口太多了，我們是想說，我們台灣也是可以種嘛。雖然講是種麥嘅，農民興嘟嘟嘅，唔過滿到會唔會太面積嚟種，農民啥講會在面可哪嘅？講到我唔會想呢有個成本的問題啊，個事實呢見個收穫好得到嘅利潤冇好啦，大啦，所以一般農民啊講冇利潤，就習慣就唔會去想一擺休耕地發發政策，做得按算4年會發發5萬公頃的土地，嘛希望做得成年強人回到家鄉做農。當然政府的利益很好，但是我覺得它還不夠這個力道，而且整體的環境跟政策的 support 沒有很全面。
对亚摆政策的调整，大部分的农民拢是支持的。不过嘛，质疑政府有政策无配套，就惊啊政策又有变化，本今年的本钱落反疏通。新闻影片看到的是到台中泰雅地区吼，来种金门酒厂契约种做小麦。其实台湾到400年前是有小麦田吼，可能大家人都唔记得迄，主要是因为到84年时间停止种个插量的种个保价收购了，故说是无严重的种个插量吼。不过礼拜呢，应该种个小地主太天农。结合相关的发发休港体又提出新的希望讲做杂粮转做。我想请教一下苏组长，就说这一次我们在小大政策里面做一个调整，就是说因为水稻生产面积太多了，希望有适度的调节它去做杂粮转做，来活化休耕地。那目前在这个相对应的配套上面，还有在马上102年1月份就要开始来做，目前的政策规划成怎么样？我们是希望有把这个连续休耕地的部分能够有一个期作来恢复种植，然后种植呢是以种植进口替代，还有大宗的这个谷物跟我们的这个具有外销潜力跟地区特产的作物为主。那这个部分，那我想请教苏组长，就说符合这4个项目的这些杂粮作物，大概在台湾我们能够选的有哪几样？好。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进口替代里面，就是我们进口比较多的大宗谷物，包括黄小玉、黄豆、小麦、饲料玉米的这一些作物。那另外呢，只要是进口替代的，我们都考虑到有把它纳进来，包括一些我们需要种菇菌类所用的这些木材，还有纸浆类的这个木材用的，我们的规划短期经济林6年的部分来从事这一种经济造林的一个方式。那另外呢，对于这个具有外销潜力的这个毛豆或者是胡萝卜、莴苣这些，我们都也在鼓励。那另外对于甘蔗的部分，我们也希望种植，提升我们的这个蔗糖的这些自给率。我想种种很多的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在活化休耕农地上以前农民曾经种植过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恢复它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方式。那这是我们未来希望能够从这样子鼓励农民种植至少一个期作的这样子的方式，来提高整个农村的一个生产，还有农民的一个收益。好，谢谢。那接下来想请教一下我们陈教授，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是这个政策很大变更，是从101年7月份开始，那希望在102年元旦就要上路。这种也要准备一下。其实很多乡亲告诉我说，以前有种小麦，小时候年轻时候种小麦，其实经验的断层已经很久了啊。就是说这2年虽然在苑里地区有种小麦，可是这还在累积着适当的经验值。那这么短的期间之内就要来推展，那您觉得说是不是都做好准备了，还是说其实要有更周延的规划？这个政策的调整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所谓正确的，就是因为最近的国际谷物价格高涨。你看我们的玉米，10年前的进口价格大概120块，现在涨了3倍，大概370块每公吨美元。小麦也是，小麦10年前可能只有220块每公吨美元的进口价格，现在涨到快500块美元。所以基本上，因为你的国际谷物价格在涨，那如果政府透过休耕政策里面的调整，补助农民种植这一些谷物价格，第一个，未来的农民会有更大的经济诱因，也就是说，他会比种植其他作物赚取更多的利润。第二个，它的这些进口替代作物，如果农民利用休耕地来种了，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产品，造成产销的失调。所以基本上大方向是正确。那主持人是说，那配套措施是不是也要事先准备？否则的话，可能会来不及。所以基本上这个配套措施就有好几点。第一个，你要从种苗，那我想这是郭教授的专长。从种苗，然后到整个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农药、肥料，到最后的收割，比如说机器，这整个上中下游的所有的这个配套措施，当然就是要来开始做准备。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可能要确定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补助金额底下，如果收购价格，比如说到底是谁要来收购，是不是要跟所谓的饲料的业者以契作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每公斤大概玉米是8块，可是现在的进口价格已经有11块到13块，所以是不是收购价格要提高，这样农民才更有诱因来耕作？所以基本上从它的上中下游所需要的相关配合的机器还有投入以外，再来就是
怎么样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生产，比如契作方式是不是一种方式？我想这样的话，那这个休耕地才会可以更多加以活化。不过，你他中马个青苔讲问题是讲种源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郭教授，就是说这个一分地的小麦田大概需要多少的小麦种子？那目前台湾有这么多的这个小麦种子吗？那假设说这5万公顷的休耕地，有一半2万5千公顷来种小麦的话，我们台湾的小麦种子够吗？我们过去台湾有这个大概50年前，小麦的栽培面积高达2万6千公顷啊。那黄豆的栽培面积在40年前也有这个6万公顷，哦，都不少哎，都非常多了哈。所以在过去的这个状况呢，其实这个种子的供应是不成问题的。那很可惜呢，我们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关系呢，所以把这2个产业给中断了。那现在呢，要回过头来重新来这个鼓励农民来种这个黄豆啦或者小麦啦。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那我们种子的来源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因为这个那教授认为说，其实应该由政府来提供就对了。最少初期哈，政府应该来提供优良的这个大豆跟小麦的这个种子，因为初期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那由人民自己来呢，大概恐怕这个效果会比较不好。好。在问题沙地蒙盖种小麦种20年，张文言先生，这20年来您的小麦种子来源是从哪里来？起初是由我们农改场，台中农改场，对对，台中农改场提供。然后因为农改场那边有中断一个业务，所以后来我们是自己留种。自己留种子。对对。那自己留种子的这个育种的效果好吗？其实我们本身就有在去尾去杂。就是把一些，因为小麦本身会变异一些种子，我们把它去尾去杂。请问一下，这个张木村先生，您本来种小麦，后来改种地瓜，为什么？这几年好像地瓜的这个价钱，因为有契作，所以价钱稳定，而且好像市场的需要量逐年一直在增加，大概3年时间就增加差不多需要量就增加了1倍。所以目前来讲，而且这个地瓜来讲，因为说真的，我们农作也要适地适种啊。以及就是因为后龙湾堡那个地方就是沙质地，就适合地瓜的这个栽种，所以我就栽种这个地瓜。谢谢。所以最后没有选择小麦。没有。没有。好，刚才想要请教陈文良陈先生哈，都万里土生土种嘛哈，跟人家讲因为你的小麦产小班，跟你知道种小麦比种无的。哪一方较好产啊？种无的就较单纯化啦，麦的就较无按单纯化，有个天气啊变化吼，像落水吼，佮就有危机的用的啦。好。无的就较唔讲水啊。无的较唔讲水，本来是基本水地位度吧哈。但生产的成本咧，种小麦用的肥料会用较多冇？比无的较多一些的，真的。较多一些的。都哪样部分的皮料？差不多加差不多20公斤的叶安尼。1分之加20公斤的皮料。用皮料来讲，就加20公斤的叶。所以说有机氮肥的话是会加差不多200个人元。那种一般的无机的氮肥的话，一包要到40公斤，400多块嘛。400多块，一包就要200人。所以种小麦的话，你虽然讲有个契约种作，它毋是说讲买无耐去啦，不过也生产成本相对也较高吼。不过你讲的按照种小麦看一下吼，台湾都在你才种的小麦嘅品种，用版型机适合情况，用版型看一下就那种的图表吼。你再看到台湾主要种的小麦嘅两个品种，係台中农業改良場經過3-4年嘅時間選育出來嘅，主要係台中12號到台中34號吼。那其實小麥本來係溫帶嘅作物，所以到硬熱帶台灣唔係按適合。古時候呢喺到冬夏條，你慢冬嘅外國體以後呢，冬夏條較冷吼，較無按嗰種熱嘅時節啦，需要落較少嘅時節咧，讓適合種那種春播型的小麥，咁生長期睇啲嘅市場呢120米左右吼，佢嘅產量
1公顷代替1吨迄3500到3700公斤按度吼，无论咧做嘛东西，还咧有地方好卖啦，迄讲有了市场吼，来容易来需求，可能各种的用俗的可能性较大啦吼。台湾嘅台湾其他地区民众对于礼拜来做测量专作啊，用型嘅发休工天嘅政策，佢就因为讲做嘛东西，因为终于买相反无。你若到人来种玉米来，哦，虽然成本较贵，毋过倒来的，哦，倒来产的玉米，啊肥了会销，啊会销工钱有头路。农委会偏向就是你转做是属于一般所谓的杂粮或者是大宗的谷物，也就是说，并不是辅导你去转作为一些经济作物。别部气候某样，种玉米报销哈，报销玉米网条啊，产量唔会高，以前用的哈浪费资源，冇法度还基本咱普世用的还是用的。如果政府要鼓励民众做或农民种杂粮的话，问题点会出生蛮多，衍生出蛮多的。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农作物的种子要从哪里获得，要去找谁，而且符合在地的一些天候条件跟种植的环境，这都是属于种子来源的一个原因。看睇台湾各地的农民，佢哋会对于那种测量专作发休工天的种种问题，还有第一个问题要请教我们的苏组长，就是说，刚刚有农民讲，说其实这种大宗谷物它相对它利润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刚才也知道说，其实即便是现在国际粮价也不高，那卖超过这个价钱，可能台湾的粮商或者是这些饲料商，他也不愿意收购。可是卖太低了，我们刚刚讲，哇，小麦这个需要的氮肥啊，比那个稻米还要多，它生产成本其实是高的。那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存在一定的矛盾跟冲突。那这个部分农委会的了解跟目前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配套已经出来了？好，谢谢主持人。那我想针对这个问题哈，农委会也事先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从产到销，从种子的一个供应到后端的一个采收机具。那怎么样的一个配套呢？譬如说，刚刚种饲料玉米或大豆，农民就有提到说，它的一个投入的一个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就把休耕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先在做一个补贴的一个资源呢，做一个转移到你来种植相关的这些作物的时候，我给予你这一些奖励，譬如说种植饲料玉米跟非基改的大豆，我们就给予4.5万元每公顷。那这个4.5万元就是你在休耕的种绿肥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我把它转过来种植，鼓励种植作物。那同样的农产品的部分，那这个农民又可以来做一个销售，那它就有一个收益的一个增加。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过饲料玉米的部分，那饲料玉米目前我们也有辅导省农会来做契作。那刚刚陈老师也有提到说，是不是可以再适度提高这个契作价格？那我们评估了世界上目前的一个国际的一个饲料玉米价格哈，也到10块钱以上，所以目前我们从102年开始也把契作价格提高到9块钱啊，所以这对农民来讲是有它的一个诱因。那其他的一个大豆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转作的这些作物呢，我们都会在陆续的一个后续宣导会的时候，把契作的业者跟这些名单，还有怎么样来辅导，透过改良场所来辅导栽培技术跟业者再来做契作的这一个部分，我们都会来一一的来做公布，而且我们会在全台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会。那包括种子种苗，包括这一个台南厂各区改良厂，从大豆、从饲料玉米的供应，然后它的一个生产，包括小麦，我大概了解台中厂这边自己厂内也设了7公顷的一个采种田，它也要来做一个充分的一个供应。那后续的收获机的部分，除了现行的代耕队之外，我们也在鼓励相关的这些农会或合作农民团体的部分，再来购置相关的采收跟机具，我们会专案来处理。接下来请教我们的陈教授，就是说，刚刚我们的组长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就是把原有的休耕补助，把它转到现在做杂粮种作这样的一个补助了哈。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台湾其实整个农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就是加入 WTO 嘛，好，代表说台湾的农产进入国际全球自由贸易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全球的贸易圈里面。那其实世界贸易组织对台湾的这些有很多那种
补助、对农业奖励啊、补助，其实是有很多规范的。那刚刚农委会所提到的那些规范，符合现在这种社会，就全球贸易组织对于那种农地啦，或对农业政策这种奖励或补贴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又要从头再来一次？是不是这一次我们就要把一步到位？政府现在已经透过我们的饲料厂或者是省农会，在跟农民在种植，比如说玉米的时候，把契作价格提高。因为我计算过，如果按照目前的种植饲料玉米每公斤的收购价格，如果只有8块，再加上45000块的这个补助的话，它的利润还是比种植水稻的利润还低。所以，如果你要让这个休耕地让农民有种植这个饲料玉米的诱因的时候，其实它是要随着我们的玉米的进口价格的上涨而调整。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进口目前的价格是每公斤11块，那你如果收购10块，那至少农民比原来的2块还增加。那就饲料业者而言，它比饲料玉米的价格还少1块。所以，如果当有收购价格同步提高的时候，我想农民的话就更愿意种植，那饲料业者也更乐意采纳。好。那我想请教一下李班长了哈，如果说今天这个农委会说来补助你们或奖助你们种这个小麦的话，那你们觉得说应该是补助你们哪个部分，或者是奖助你们在哪一个这个生产成本上面？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讲比较实用、比较实际的？李班长，我们农民种这个小麦补助的方面去年就是说要补助了。但是到这时间就是1年多了，还没下来啊！现在我们的厂商的要求就是种有机的，他收购是价钱算来是不错，是30块，但是是天气，我们这个台湾的天气也是农民也是困难的，时常下这个雨不能收购啊，这个小鸟太多，你看。这个小鸟去年有的没有收成，就是到时间一直下雨，不能收购，也是小鸟出完了。我知道，因为你听我讲，小麦迄都你冬夏调的时节种所以种小麦时节碰顺个田都无的好势嘞。我说调的无穿的好势的时节是要说小麦，所以种太好的时候也怕被小鸟吃光光。对，小鸟也很多。好，问一下这个是不是？这可以算农损吗？这很实际啊！因为那个冬季里作期间，的确旁边周边的田都没有这个稻米可以吃，所以小鸟吃小麦这也是正常，所以这不算农损。这不算农损啊，不过是这样，小面积真的就会有这个问题。小面积，但是你大面积之后你就1-2块，就是说让小鸟吃，把它喂饱，它就不会吃其他的。对，其实小鸟也是会吃稻谷了哈。好，我想开发一下给台下的乡亲，就说针对于这一次我们活化休耕地想要做这杂粮转做，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们现在想要去试试看，但是有什么样的疑虑的哈，或者说你已经做了，遇到哪些困难没办法解决的，可以请教我们台上的这些农粮署的，或者是我们这教授也好，请举手发言好吗？有没有哪位乡亲有意见的？因为咱这个肥料因为起太悬，因为即马这个肥麻甲这个起太悬，希望政府尽量甲阮协助一下，互阮这农民做有机会当做甲会当安尼真顺遂。那种小麦都有问题啦，你韩国机你小麦割起来，会晒。一难晒，天气都模糊，都模糊，是讲你韩国机看用得同了就半年补助一下嘛。如果伊个问题都讲那你万里苗栗间有啲补助有啲推广，都有个田都啲台中间呢，是讲都讲台中间都用唔得，是临近天啦，是讲看市场用得同就讲临近的用得安尼嘛。好。假如要大面积推广，我们收割机要收割这个小麦比较好像那个收起来都比那个爬线度比较少了，因为假如要收这个小麦要杂粮收割机啦。跟稻子的不一样。稻子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假如这个小麦要收割的话，面积推广
我首先是要希望农粮署这边给我们编一些补助款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小麦农机具的部分对，好才可以大面积的推广。苏组长，我想提到主要还都是这个农机具的部分。刚刚后面先生讲的是那个干燥机，好，就小麦的干燥机，可能跟稻米的不太一样。第二就是农机具，其实这投资比较多，小型的也要300-400万，大型的恐怕这上千万都有可能。就这个成本其实是蛮高，当他们要大面积去种作的时候，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啊。再就是刚才讲，有机肥料补助哈，那是不是这个部分一并请我们这个组长做个回应？对于我们要活化的作物，那它所需要的这些农机具那有需要哪些农机具？那它的机型还有它的一个最主要的用途，我们现在正在做调查，也会做一个专案的一个辅导。那我想这边相亲提出来的部分，我回去会把它记录下来，那也提供我们在做整体的一个农机具补助的时候纳入做参考。好，那组长帮你问一下，种了20年的张先生了哈，你们这20年来都用手去割麦子吗？还是说你们的麦子是用机械采收？用什么样的机具可以去采收？我们目前的机械采收都跟水稻一样，都是用联合收获机。联合收获机。对，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小麦成熟的时候比较容易脱粒，所以它在收割的过程可能掉在地上会很多。那个损失的量会很多，所以你们需要有专门否小麦用的这种收割机。对，有一种杂粮收割机那个。那杂粮收割机贵不贵啊？当然是贵啊。一台多少钱？了解一下市场行情好吗？如果说以现在我们因为那种大型可能在我们这边不适合了，那一台大概有1000多万，那个我们不适合。1000万名车1000万的那我们不适合，可能那适合台湾那种比较小规模的嘞。应该在300多万吧。300多万。那你的联合收割机一台多少钱啊？也差不多。也300多万。差不多。所以你不种小麦的时候也种稻子。对。好，所以等于说这一台就是一举两得就对了。对。好，所以这样比较划算就对了。好，对哈，你也继续有投资讲，了政策只有4年的时间，那4年该有拉摆做，该农民都要4年期间，对政策先行运用摆起来，像广告也还有继续有讨论。